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振兴三倍券，7月初1就要就落了。为着要让民众对三倍券的使用方式更加了解，一手来规划三倍券的新任的行政院副议长沈明珍，率领着经济部长王美花、政务委员唐凤，把这个三倍券网站登录消费券领取的方式，讲予大家知影。这个三倍券是用各倍的这个规格来打造的，有几啊层防假的措施，就是要让大家安心放心来使用。振兴三倍券7月初1实施，一手规划三倍券的行政院副院长沈明珍，带经济部长王美花、政务委员唐凤，一步一步教大家安怎使用三倍券的网站。网址非常的好记，就是3000.gov.tw。若是经传统的纸本券，会使透过超商7月初1到初7注文，7月15到31领，8月份过一摆，8月初1到8月初7注文。8月15到8月31领，今年底进前爱用完。如果大家竟然没有预定的话，那15号起其实也是可以去邮局拿，有一个线上的地图，也开放民间来开发自己的地图，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。不过还是再次鼓励大家尽可能用预定的。当然，买使利用信用卡、电子票证，还是行动支付，到三倍券的网站去设定。7月15起，消费3000块会送你2000块。可以看见左下角的隐藏面额数字。三倍券是用国票的规格打造的，用目睭看，用手摸，透过荧光灯来照，可以使看到蓝色、红色纤维丝无规则的分布，把握这几点就使分出真假，用了安心。这个生意人收到三倍券，嘛会使放心。